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咱的里长即摆被掌控到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民众，拢是利用 GPS 定位系统。也毋过，这个定位有时阵会漂移，或者是讯号会断去，造成防疫的漏洞。云林岛南镇公所甲厂商来合作，率先来使用智慧离家警报器，检疫者挂这个智慧的手环，若超出徛家感应器的范围，就会马上来通知里长。搭配着原本 GPS 定位，会当更加准确来知影检疫者是毋是有逃走出去。挂智慧手环的人离开会场，感应器侦测到距离相远，马上透过通讯软体发出警告，就会发现推波了。对。这个警报器是云林岛南镇公所未来用来监测居家隔离或者检疫者上新的装置，甲感应器放伫检疫者的厝内，透过智慧手环感应距离，会当辅助传统 GPS 定位的问题。车会漂移1至200公尺，所以这个人伫外口手机在内底吼。家里没有事的话，只有手机的话，我们没办法确保他是不是居在家里待着。不过，有理解师担心，敢有人把手环拔掉，放伫厝内，人煞走出去，感应袂到。就会粘住那个痕迹就。对，就跟那免税店把它包起来。手环拔段顶面有特殊的大纸，只要一拆掉，就留下痕迹。镇公所讲，目前收到50套的设备，加上 GPS 定位，会当互理解师更较简单、更较准确的，知影检疫者是毋是乖乖伫厝内。